持续气稳定，持续拉出来，让脸部放松，让嘴唇放松，让自己心态有一种说，哎，起床了，准备要工作了的感觉。对。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这样，把嘴巴张到最大，然后动一下，让嘴巴旁边的肌肉能够放松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在你的心底呀。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。老师，我们从第二段副歌的第二次开始。那个玉祥，你记得最后面那个最后段副歌的时候，前面的那个副不用唱，我只想做你太阳的太阳，你不用唱，你只要唱，不管是只要准备，所以我那边就对你只要对你那边只要帅，然后准备。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麦克风拿近一点， OK， 不要太远， OK， 因为你的声音比较轻，拿近一点的话才能够比较很好的传达到观众。那我差不多这个距离这样可以吗？手指头不要握着麦克风，握着下面就好了。在我上这个节目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这样子的舞台表演给大家看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最日常的事情，面对摄影机的时候，就是我很专心在那个绿色的球上面的时候。在练球，对每一个职业都要有一定的敬畏，因为大家都有付出看不到的辛苦。你要怎么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个能量献给你的歌迷，献给支持你的人？我会霸道一点，我更希望这次能够坚定一点，你不用到正能量，但要坚定一点。OK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。喊一下，来，加油！哇！也是不用那么大声啦，如果被吓到。你总感到落寞沮丧，你总感到失望，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。你总伪装自己不懂，你总笑着逞强，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啊，无论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。我在身旁，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我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，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，没关系，只要你。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今天有家人陪你来吗？有姐姐、爸爸妈妈还有外婆特别常台中。这么多人啊！
派个代表，爸爸来好了，爸爸，哇，爸爸也是帅哥哎，哇，来，帅大叔，哇，爸爸真的一看就是教练的感觉，是吗？爸爸是网球教练是不是？不是，啊，我是消防署的公关。消防署伟大，学长好，我在花莲是消防员。你又当过消防员，你也当过消防，我在美伦分队，你也真的做过消防役啊！哇塞，这有缘哈！哎，不过最重要的是看儿子在上面唱歌，跟看儿子在场中打球那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我刚听玉祥唱这首歌，真的让我想起，在他14岁亚洲冠军的时候，我们父子就是在国外拼战。那时候的太阳是真的42度，不是体感温度，然后打了3个半小时，双方都已经快抽筋了，就是最后谁要撑住，你能活下去。那时候的太阳，我觉得对他有不一样。那当时我更肯定了他那时候最后一发用尽全力，用一发直接秒杀对手，就像今天刚刚这种，又再一次看到那种感觉，有吗？有这种感觉？有，刚刚真的快掉泪了。玉祥今天的表现，我真的给他100分了。这在我心目中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这个舞台属于你，谢谢。好感动哦。OK， 不过很热哎，太阳很大呢。哦，那个回来全部都脱皮。对啊，早知道当年学溜冰了。对，我也。这样我也轻松许多。那比赛就这样美，就没想到这个歌还呼应了，也让爸爸想起了那个回忆哈。因为其实我真的很谢谢这个舞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然后爸爸在这边看，妈妈在这边看，家人在这边看。因为在舞台上，我第一次这样听到他这么心里的话，真的很感动。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平民巨星的意义哈。就是说，除了当巨星之外，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都是在好好过日子的百姓。那这个其实更珍贵。好，再次的谢谢爸爸，您也辛苦了啊，跟消防人员致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两位，请休息。第2回合成功的演绎完跟邱正哲老师的《太阳》，在最后的时候稍微有点哽咽，然后又觉得。这么大的舞台，这么好的现场，让我情绪就全部都涌出来在这首歌上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谢谢正哲老师这么的帮我，感谢所有在背后支持我、帮助我的人，爱你们。